水质的好甲歹对生活有真侪重要的影响哦。中华德东社区伫2022年有打造一个生态池，内底有台湾原生的水生食物甲生物。社区嘛推出生态体验课，教民众安怎透过观察生态来了解这水质到底是好啊歹。好就一只细卡，有一只细卡。囡仔人手提网仔伫生态池边仔好来好去，有四卡、虾仔，阁有台湾原生种三界牛仔。这是中华德东社区营造的水环境生态园区，志工先带囡仔人检查水质、度水温，判断水的污染程度，阁来观察生态池内底有啥物生物。我就是好观虾仔、鱼仔，阁落来。感觉真有意义啊！就会当知影讲，这个水质安怎较是较好的水质啊，袂歹啦，佮有教育的意义。中华德东社区2022年，甲社区内底一块攀远的地整理做水环境生态园区，有代表地方产业的莲花池、毛种水蜡石、台湾水龙、生态池有放米虾、牛屎节啊等等，拢是台湾原生种的水生食物甲动物。社区嘛推出生态体验课，要教民众安怎分辨水质的好歹，了解在地生态。即摆咱会看会到的产园拢是用粉农药撒，因为这水质一直拢变歹去，所以阮这个课程就是讲，咱这个学生如何去照要生态调查的部分，去了解讲，咱这个水池是毋是水质已经变歹去？德东社区表示，水质的好歹会当为水池啊有啥物生物来观察。过去山花边定看到的三界牛仔、牛屎节啊，因为种植方式改变，即阵愈来愈少啊。希望透过课程，互众人了解水污染的议题，进入台湾水环境的生态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